怎么才回来？我都已经做了500个仰卧起坐了。快吃吧。你也吃？哦。真贪吃。你不贪吃，你还吃？啊！又想你的陈皇后呢？她不认识我了。李欢，你知道我为什么总是跟你吵架，总是气你恨你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不是你的冯昭仪，我只是一个现代社会的人。其实你心里都知道，就是不愿意承认，对不对？1年以前，我独自去旅游，去了莲花山大天坑那个地方，突然来了一团黑漆漆的乌云，一阵龙卷风卷过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就被卷到龙卷风里了，然后就听到了水声，感觉快要窒息了一样。爱妃，爱妃。当我醒来的时候，就发现自己在水里，被人救了起来，然后就听到周围不断的有人在叫我“冯昭仪，冯昭仪”。原来朕的冯昭仪真的已经死了，你只是附到了冯昭仪的身上。所以你知道，我根本就没有骗你，我在皇宫里说的那些话也都不是疯话。我知道，你爱的冯昭仪死了。你今天见到的那个演员，你认为她是陈皇后，其实她只是跟皇后长得很像的一个现代人而已，就好像我跟冯妙莲长得一样，是一回事。可是我有的时候又不恨你，因为你稀里糊涂的来到我的时代，我深切的知道那种滋味。芳芳，我是不是已经回不去了？我该怎么办？从头开始。从头开始？对，你是皇上，从来到这个世界起，你就经历了刀林剑雨，人类所有的阶级斗争和爱恨情仇你都经历了，还有什么能打败你呢？现代的社会对你来说太简单不过了，只要你对自己有信心，一定可以活得很好很好的。我们随便逛逛吧。次品，这些都是次品。这个怎么样？好看吗？走吧。啊，干嘛？有什么好看的？
好，欢迎光临。你喜欢这个？小姐，您的眼光真好，这是本期的新款。你好，多少钱28000元。还有卖花的呢。你看，那个叫蓝色妖姬，好看吗？这花多少钱1088元。那边那个也挺好看的，走。峰峰，虽然这些东西我现在买不起，但是将来我会把你今天看到的东西全部买下来。不，比你看到的那些还要好。那么贵，买它干嘛？吃不能吃，穿不能穿，又不是暴发户。啊，哪像你以前啊，那么多龙袍，每件龙袍都那么昂贵，比那裙子贵上何止10倍100倍。你才是最大的暴发户，土豪奢侈哥。朕的龙袍前后有4对五爪龙组成，每条龙上面都会缝着细细的东海珍珠。那得多少颗珍珠啊？1万颗，冬季的则是10万颗。哇！龙袍的面料呢是丝绸菊，耗时2年，极品绡丝，用的是金线3两，价值2万两白银。2万两，换成人民币得多少钱啊？我要是有一件龙袍，那就发大财了。龙袍没有，有盔甲呀。盔甲，用不上吧？我们这时代穿不上了。啊，腿好酸啊！我们在这坐一会儿吧。啊，峰峰，马上就到家了，要不我们去那边坐车回去吧？坐车不花钱啊，休息一会儿就好了。我背你。皇上背我，我可承受不起啊！快点儿。那谢谢皇上啦。啊！皇帝背了我，我好荣幸啊！李欢，你来这这么久了，你喜不喜欢这里啊？鬼才喜欢这个地方。你是不是很想回去啊？我失踪了这么久，太子估计也继位了。我回去之后，必定会掀起一场腥风血雨。如果你永远都回不去了，你最想在这个世界上做什么呀？成为世界第一富豪。峰峰，你呢？我想挣500万，然后买一套大房子，就不用经常搬家了。还要一个很大很明亮的书房，大大的书桌，大大的书柜，还有一个漂亮的花园。你就这点志向，没出息。我还想找一次牛郎。嘿，你还敢说？还说？驾！家业，家业，家业。尹僧，你是谁？为什么来找我？
这个女人明明是我妃子，和我爱妃亲热，没什么不对吧？干嘛呀？小公公，你信不信我把你打成活公公？你敢辱骂欧大朕？你是朕的爱妃，朕跟你上床是天经地义的人伦。朕怎么了？谁是你爱妃？谁是你爱妃？狗皇帝，狗皇帝！我告诉你啊，也就我娶了你，要不然哪个男人会看上你这种母大虫啊？我告诉你，以后我们国家会有1000个光棍，100个男人排着队来娶我，我也轮不到你。那你快等着吧，等100个男人来娶你吧。你以为我真的对你感兴趣啊？一点女人味都没有。你放屁！你放屁！你睁眼睛说瞎话！我怎么没有了？我怎么没有了？好香啊！太阳从西边出来了，会洗衣服做饭了。这有何难？学呀！小公狗，学得挺快啊。你以为都跟你似的？蠢女人，这又不是什么高难度技术活，快吃吧。太好吃了！我做的肯定比你做的好吃吧？
可不嘛，比我做的好吃多了。但以后做饭这活儿就交给你啦。你都会用洗衣机啦？这有何难？2、3下就学会了。哇，变聪明了！我是谁啊？我从小被立为太子，10岁登基，95之尊，高高在上，万人敬仰。这天高不够你这只鸟飞，这地阔不够你这匹马跑，我这浅水区也容不下你这只大龙王啊！赶紧在我眼前消失吧！哎，蠢女人，给我找个工作吧。选工作了？想挣钱啊？没问题啊。你有学历吗？学历是什么？学历呢，就是你学习的一个证明，比如说大专、大本、研究生、博士。在我们这个社会，工作必须得有学历。这算什么呀？从我出生以来，都是全国最有学问的人来教我啊！你们这儿应该叫做精英，全国所有的精英都来教我。我从小就受到超级教育，而且看书啊，一目十行，过目不忘，理解力超强。你说你从小读书好，悟性高，自认为非常非常的聪明，可在我看来什么都不是，差得太远了。啊，我原来还在担心你能不能适应这个社会，看来我的担心纯属多余啊！不出3个月，你肯定会对这个社会完全的熟悉，你的聪明才智一定会有用武之地的。当我瞎操心了。你担心我，那就对了，因为你是我老婆。不要脸！刷碗去啊！饭是我做的，还要我刷碗？你是皇上啊，你是精英啊，这刷碗不太容易了吗？咱俩分工不一样，我搞创作，你刷碗。谢皇上。进。谢谢。我也想学电脑。你学电脑干嘛呀？你已经有一个神一样的脑子了。要是古代就有电脑就好了，我只要给我的大臣部门发一个邮件就可以了，或者直接跟他们语音，然后部署计划。行，我一会儿呢就给你申请个 QQ 号，这样你就能跟你的大臣们聊天了。我就是开个玩笑，你别生气呀。你快出去吧，别妨碍我工作了，我还得赚钱养活自己呢。在你们这个时代，女人都能养活自己，那男人干什么？大多数女人是这样的，嫁给一个有钱的老公，就可以在家当全职太太或者是阔太太。但是现在根据中国的国情来说呢，大多数的男人现在都养不起老婆和孩子，所以就需要夫妻共同的收入来养家。一般男人呢，挣了钱就要交给老婆的，让老婆统一安排。男人赚了钱要交给老婆？那女人干的工作是和男人一样的吗？好多女人都是男人的上司呢，没什么可稀奇的。中央有一些领导，就相当于你们那个时代的副宰相、6部尚书，还有各省的一些女的省长和副省长，
就相当于你们那个时代的封疆大使之类的。这都是什么时代啊？阴阳颠倒，社会岂不秩序紊乱了？现在这叫男女平等。我们这个时代比你们那个时代强多了。男为天，女为地，怎么可能平等啊？真是世风日下呀！在我们这个时代，只要是不偷不抢，用什么方式挣钱都不丢人。你挣了女人的钱，女人又挣了男人的钱，哎，就一回事儿。对了，我应该给你好好安排一下你的人生计划。你一个小女子，怎么给我安排我的人生计划呀？摆什么皇帝的臭架子啊！你都已经落后1000多年了，山炮，你懂什么呀？难不成你还指望我来养你啊？你还不早点自力更生，我就赶你出门。要不是看在你是古代人的份上，我早就甩掉你这个大包袱了。你以为你是什么呀？穿一身白就以为自己是白马王子啊？切！你不看看你的姿色，笑什么笑？我给你准备了2本书，你回去呢好好学习一下，要不然真变僵尸了。方便留个电话，133。对，狗改不了吃屎。一样。三弟，既然你叫我弟，那以后你就是我大哥了。的时候你不在，我在的时候你没来，我怕你忘了回来，不记得我在，你就像天边的云彩，我无法将你拥入怀，陪你看的那片海已不复存在。下任何可能，在前世交界而过真心的人，回忆还残存。我们缘定今生，情分确定在了前生，用痴心等待和你再走一程，也不负我的真。